公视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芝。咱先来发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热带性低气压逼我东半部甲屏东大雨特报，台东为昨暝开始落雨，拜五往回离岛的船帮拢取消。台中有2个高中生若像不满老师管教，伫咧便所调查军仔甲老师讲，学校决定要记2支代课。中选会6月20要审立委罢免案，7月初10到8月19拢有可能投票，嘛有可能是郭建明讲的7月16。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今年头1号风台蝴蝶未扫来台湾，不过另外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一直逼过来，这外围环流致使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气象署嘛有发布强风特报和大风特报，尤其是宜兰、花莲、台东甲屏东会上大雨。山区嘛要注意，可能会崩山、落石头。花莲地区早起一直落大雨，公路局施工人员伫苏花公路较会崩塌的路段，先为路障预警，尤其撞到上北的路段，较早较会有灾害地点，太平车拢已经伫咧警戒，应对可能的灾害，也无排除先预警封路。抢修人员跟警戒人员现在都已经在现场这边待命，加强我们这个苏花路廊的一个巡查。宜兰龟山岛周边海域因为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瓦近的影响，码头因为海涌起落差真大，所以龟山岛12度封岛。气象署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目前伫鹅銮鼻东南风1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向北北西移动，时速30公里。环流影响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甲巴士海峡，会有8级至10级的强阵风，而且风影较大。但是降雨的日区伫东半部，南部地区是半暝开始，嘛要注意雨会较大。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会来到台湾东方近海，这段时间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下雨情况是比较明显，所以南部地区的下雨也还是要注意西南风带来的下雨的情况，还会持续到周6的清晨这段时间。拜六开始，对着热带性低气压离开，北部甲东半部天气会渐渐回稳，不过也是有午后雷阵雨。只不过西南风的影响，正方面中南部较会落雨。气象署提醒，拄拄到地动了后，土石有较松软，所以要特别注意连续落雨所造成的灾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即马接近东部地区，台东为昨暝开始上大雨，南水溪水岔漏，金峰乡的车路嘛淹甲变水路。因为这风影实在是太大了，明仔载拜五，台东往回绿岛和南势的船帮拢取消。台东11案落大雨，金峰乡新乡村一条产业道路所变做溪，乡公所12派人来巡，发现是排水未火消透，路有闭开，影响车过。公所先采三角水，13下派人来修，提醒用路人要注意。大排水沟因为淤泥的堵塞造成溢出造成我们行驶的道路都淹没了离岛的南势12日是雨也真大，累积雨量超过138毫米，有一寡野溪顶头下来拢是黄色的土水，冲到海沙补去。因为南势正伫咧传统的乒乓球过阵赛，乡民担心放伫咧海沙补的船的雨水流去，赶紧搬去较悬的所在。因为热带性低气压挖回来，台东县雨大雨落嚟停咧，真侪田拢淹水，有一寡一季稻作已经传要挂的田，伫晚上雨大雨拍家倒伫咧土骹。台东农改场提醒农民，大雨了爱趁稻也未发给进前赶紧挂。它比较早插秧的部分的话，如果说这一次低气压通过，那请他们在那个天气晴朗的时候要赶快收割。那如果说是比较
那个晚插秧的农友，那可以加强排水。热带性低气压一直影响台东，海边的风景也愈来愈强。客轮业者考虑安全，早起宣布明仔载13，台东来回绿岛甲南苏的客轮全部取消。等天气较好，才会恢复航班。民众甲游客爱随时注意公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暗7点，花莲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4的地震，地区翻新国家级警报全台湾拢在亮。那翻点过台东近海嘛发生规模5.0的地震。气象署提醒，未来3日就要注意，可能会出现规模5.0到5.5的地震。大家当日休困的时间，花莲岛溪山里部落的杂货店熊熊感觉大力的摇撼，所有人兴兴公公走出去，虽然无受伤，不过已经行到老庆关。好大好大！拜三暗时7点，花莲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4的地震，上大震度台东县达到5弱。因为气象署初步规模超过6.5，所以全台湾拢受到国家级的警报，也是连江县头一届向国家级的警报。大概70%的地震都发生在台湾东部这边，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可能在3天以内还是要注意，可能这个区域还是有规模5到5.5之间的余震会发生。地震专家郭凯文指出，这是伫今年1月大埔6.4的地震了后，让141天搁再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并且依照演过的数据指出，台湾平均每100天都会出现一件规模6的地震。搁随伫拜四反正0.01分，台东近海搁发生一件规模5.0的地震，花莲的震度达到4级。其实那个余震本来就是在主震的这个附近嘛，所以我们这个5.0的还算是这个主震的那个余震没有问题。然后那个规模那个数量就是都符合这个地区的特性。玉里镇路边的一支电火条说互地动摇一个歪去，好在在台电确认了后无安全的危险。花莲火车站代替各级列车，因为地动行较慢的关系，拢有延误的情形。不过，这对大部分花莲人来讲，已经真惯势啊。朋友打电话来，有这样子慢一点，还好啦，因为我们花莲人我都习惯了。气象署提醒，未来3天也是有可能出现地动尾的情形，民众对安全的警觉也是爱注意。若是去山区嘛，爱注意随时有崩塌、石头崩落的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一间私立高中有2个学生，那像是无欢喜老师的管教方式，竟然抓查棍走去便所甲老师拍，落尾更唔承认。学校决定要甲因记2支代告，嘛要求家长带回去管教5日。学生像平常时共款行入校校，不过这间台中市私立高中才拄传出校园暴力事件，有2个电子科的1年仔，那像不满姓黄老师伫实习工厂的管教方式，车执野棍去攻击当咧便所的姓黄老师，学校也已经出面证实。之前在工厂产生了一些嫌隙，老师的管教嫌隙，也导致这些学生有一点这个误会。那后续呢，我们就请学生约谈。那目前约谈当下，学生是不承认的。有看到目前就是有2个学生，在那段时间有在走廊还有进厕所，这个部分。校方表示，姓黄老师伫这间学校已经教5年，平常时教课拢真认真。被攻击了后，送病院诊断出头部受伤，目前踮厝休困。学校已经完成校安通报，启动学生辅导机制。姓黄的老师也去派出所提告伤害。接获黄姓民众报案称，其因遭伤害，故至本所报案提告。警方于第一时间即受理报案，并调阅监视器后，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依法函送侦办。人本基金会表示支持老师提告的权利，不过教育局甲学校应该把事件调查清楚，确保学生表达意见的管道和老师支持系统运作正常，才会当挽救师生互相无信任的问题，预防暴力事件搁再发生。教师的支持系统。好，让教师遇到任何管教上的困难，或者是教学上的困难，都可以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所以这整个事情其实是教育行政要负起最大的一个就是责任啦。台中市教育局也未对外说明，校方表示，因为2个学生唔承认是因做的，已经把监视器画面交予警方调查，也召开学生总庭委员会，决定把2个学生记2代告，交予家长带转去管教5日，后礼拜开始实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台铁又搁发生暴力事件，台北的松山车头，昨暗有一个酒醉的查甫人倒伫咧月台边，在站务警员去甲关心，煞去互这个查甫人情甲目睭乌青。铁路警察依照现行犯，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那台铁嘛表示绝对袂吞准暴力。杜平穿蓝衫的查甫人对站务人员起脚动手，双方就开始扭一拍。一开始是这个查甫人啉酒醉倒伫咧月台顶，站务人员来该关心，煞互伊拍甲目睭乌青。铁路警察局南港派出所接获台铁松山站通报，一名站务员在北上月台12车处见一酒醉旅客倒卧，便上前关心，却遭该酒醉旅客徒手挥拳，致其右眼淤青。铁路警察接到报案到现场，将这个旅客依照伤害罪现行犯逮捕。台铁公司也发声明谴责暴力行为，启动法律协助机制，协助受害当人挽回权益，强调对暴力完全无法度容忍。台铁产业工会批评，敢若伫咧事后谴责暴力无效，交通部即马只敢若顾伫咧护航后下官位的代志，无用来解决安全问题。今天看到交通部长陈世凯召开记者会，却只有对社会说明双铁的人事案有酬庸疑虑，对台铁的安全却只字未提。产工要问部长，只顾酬庸而不解决安全问题吗？台铁三讲5月2日一天发生几多件暴力事件了，台铁公司提出货车专案，也个提高看到警察的机会，这个是凊彩应付社会做法，要求交通部长陈世凯赶紧回应三港所提出的解决长期铁路暴力、精品保全、保障铁路警察的能力，也个密录器合理使用规范的三大诉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有3个民众去屏东的三地门海神宫耍水，刷龙不幸渡水死亡。这个海神宫5年来已经有6个人拄死啊。这个是控制3年，因为土地管理超袂好势，已经暂停开放。不过，也是有真侪游客会走来聊客。公所即阵讲会积极讨论这管理的问题。3个人去海神宫耍水，煞甲厝内的人永远分别。检方12透早小验厘清渡水的原因。应该要知道那个地方不可以游泳。进前都去过耍1道，好像有。屏东山地门乡的海神宫水域在下晡传出渡水的事故，3个来自高雄的游客小组去当地耍水，后民众看到疑似做伙渡水，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到现场搜救，但3个人送医了拢宣告不治。装备要齐全才可以进去，对，安全。红色阁市牌提醒民众水深危险，禁止耍水。海神宫因为水位关系落差大，5年发生6个人渡水死亡的意外，而且海神宫嘛早伫2023年，就因为地主甲管理单位的协调问题，暂停开放到即阵，煞又原有未少游客前往。因为我们现在的发展协会、社区发展协会是，就是没有这个意愿来做了啊，因为有蛮多纠纷，因为毕竟很多地主有各自的想法。所以现在我们公所愿意做这个平台。乡公所进前就准备伫12讨论当地本色甲管理问题，想袂到煞伫前一天发生事故，表示会加速重新管理海神宫。公司新闻陈环武、面交管屏东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佮有热带性低气压和西南气流影响，这海边啊风影是真大。昨高雄都有一台拖船拖一个工作平台，伫咧鸟皮头附近看线。在海巡赶紧把4个船员拢救出来，拖船载起嘛拖转去到高雄港。海巡人员到接近靠山的工作平台，现场风景真大，路尾因也是将受困的4位船员救落来岸顶。这个工作平台是由高雄港勤公司的拖船，10月对红头树拖转来到屏东恒春的海域，疑似未堪的风景，就安尼2台拢靠山伫咧鸟皮头附近。海巡先大声救人，这台港勤507拖船因为船体受损啊，第10日载起已经互拖转来高雄。目前工作平台也搁靠山伫咧鸟皮头，因为顶悬有载5栋的叉桥，为着要避免漏油污染海洋。海巡也持续改变当中。依船体受损，将拖带至高雄港后，再行前往拖带工作平台。该工作平台上有柴油约5000公升，为避免船体破损造成海洋污染，目前由本队人员实施借物
避免油料外泄。海巡人员一直咧戒告，若是天气稳准，就会赶紧甲工作平台拖走。不过因为台湾的东南边有一个热带低气压，对12开始，南部地区就会转做有雨的天气，而且13、14两天会有较大的风雨，尤其海上的风景也变大。高雄气象站也呼吁居民出海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均风力甚至可以达到6至7级，雷雨区最大阵风有达10级，最大浪高约2至3米，并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在海面上航行及作业上的船只特别注意安全。因为恒春海峡的风景也是真大，海巡署表示，12早起，准公司已经到现场了解工作平台的现况，针对民众关心的漏油问题，因会持续戒告监控。记者柯家做区用屏东采访报道。来看劳动部劳法司北分署前分署长谢义勇涉嫌霸凌，害一个下死行底路。后来谢义勇佫互查到涉嫌贪污。若是当时的劳法司长蔡明良有监督无周知的责任。即阵监察院通过这2个人的弹劾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弹劾案的内文指出，谢义勇做分署长的时阵，情绪管控有问题，常常伫咧办公室黑白礼，害一个姓吴的员工袂堪压力行底路。另外，谢义勇佫用就业安定基金买一大堆礼盒仔送人，这涉嫌多例特定的厂商，违反公务员服务法。这监察院认为谢义勇和前劳法司长蔡明良有重大威胁，所以提案弹劾，移送庭改法院审理。来看上北市总运，虽然已经刷稿啊，即阵煞逼讲市总运的 App 开发标案，互特定的厂商做，佮做甲真良工。这案市府的政风处当日介入调查。另外，互选手的相关产品竟然是中国制造的，引起质疑。市总运的发言人表示，这客户内底并无规定袂使用中国制商品。短短几啊秒钟，通知一直跳出来，点入去内底毋是无物件，无就是佫跳出来。当初市总运的 App 上线了后，一直出问题，受到外界大力的批评。哈马星拿了我们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以来，到现在逐年都几乎是他拿的，而且每次出来的东西，要么非常烂，要么不能用，要么很难用。市中日期间的确有所谓的 APP 使用不佳，甚至有2个以上相同类似 APP 等问题。这部分我们都支持台北市政府跟相关的厂商进行求偿哦。市总运已经刷稿，即马标出哪像涉及弊端。台北市主审局洪志义讲，长久以来，甲各项的标案拢互特定的厂商。即马台北市政风处已经介入调查。确实是有一些局处在前期的时候有发现里面的厂商这边有一些这个不符合契约要求的也有主动的了解。有相关的不法，我们也都会按照程序来处理。我跟资讯局向来直球对决，都秉持勿枉勿纵的态度，事无巨细都第一时间请政风从严缜密调查。市总运的 App 使用者拢感觉真无好用。台北市主审局回应讲，若是签约厂商的问题，会照合约来处分。主审局这边会当受到检视，而且会全力配合调查。不过市总运引起的争议，唔乃只一层。开幕典礼给选手的这个编织袋上面，屡屡传出就是有中国制，那是不是都有违反相关契约？面对民代质疑，市总运的发言人郭임兰驳回讲，这并不是事实。嘛虽然讲客户内底并无限制袂当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所以并无这方面的问题。也若到目前为止，北检也未接到检举。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全台大罢免第2阶段联署了后，中选会20要开会审26件立委罢免案。中选会表示，若准成案，7月初10到8月19的拜六，拢有可能会投票。原则上会建议伫咧同一日投票。按照进前郭建明讲的7月2日，嘛是有可能的。大罢免第2阶段联署就要结束，目前有31件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案件完成送件。中选会伫咧20日委员会期将会审定第2阶段插队结果。主委李进忠伫12讲，有个会处理26件立委罢免案。若是伫迄天有宣布成案的，原则上所有的罢免案将会建议同一天投票。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18有个讲，7月2日投票也是选项之一。6月20号来宣布成立的话，那这个投票的时间会落在7月10号到8月19号之间。726也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它是选项之一，但是并不确定。
八边北光局黄建兵多款劫杀案件，因为伫咧查对期限内无接到地方选举委员会报警的通知，八边黄建兵团体也佫讲第2阶段正式过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画出爱国者行动，未反制大罢免。民众党是表示讲，所来可能加拿下联合办反罢活动。我也一直都在扫街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职工，每一天不管是大太阳或者是下雨，非常感谢他们都来帮忙宏威。如果你继续去破坏以前党外的这个精神，自己营造一个绿色恐怖，然后连在野党都是要消灭的。你们对不起党外的这个同志，所有在野的力量会集结起来。那民进党团，我们当然作为公民霸团最强的侧翼，那在所有的组织作战，我要强调，把它当作大选一样来打。31位拿下罢免案送件，其中罢免拿下立委张志伦、林德浩、林派祥，还佫完成报警的马文君，又何等5个案件，因为送件查对时间较晚，可能无法度赶到20位。委员会议心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台补助款，佮要修改补助办法，引起地方反弹。台北市府今仔日开记者会，批评这补助变做中央的化价，地方自治行倒退。高雄市长陈其迈昨冒招4位立营县市厂长上北，希望行政院赶紧提出追加预算。行政院3度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台北市政府早起开记者会，批评中央先删减台北市政府一般性补助款37.9亿，结果来受补助办法，等是补助要哪予因，全部由中央决定，地方的自治倒退30年。中央在这次补助办法修正，严重违反地方自治，中央开始走黑箱作业，跟以我们诉求的透明、公开、公示化背道而驰。地方自治向前走，中央倒着走，而且还倒退到30年前。针对地方补助款的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10月表示，台北市甲台中等几落的县市有共识，用法律途径提诉还，争取因应该有的权益。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若中央伫6月16进前无撤回3检决定，台中市政府将会提诉还，也个说落来行政诉讼。因为在5月29号诉愿已经提起了，依照诉愿法的规定，3个月内行政院要做成决定。如果这个决定对市府这边对市民的权益是不利的，我们还会采取后续的相关的行政救济的这样子的行动，那包括依法来行政诉讼等等。高雄市长陈其迈10月也找4位另家的县市首长上北到行政院请命，请行政院赶紧提出追加预算。应该考虑各县市的整体总财源，公平合理分配中央一般性补助，也个专案补助。不过，台北市秘书长李泰兴是担心，到时会拿捏有差别。删减预算，我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办理最佳预算，能够赶快送到立法院来进行审议，统筹分配税款。这个分配的最少，第二个一般性补助款砍的最多，在原先我们的财务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受到这个重击，会势必影响到将来的一个重大的建设。行政院讲会好好研究，甲地方政府制定解决总预算甲财务法所面临的问题。追加预算案就要地方政府甲立委拢会当支持，才法度进一步通过立法院的审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6月15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警政署参加庆祝大会，颁发卫冕奖金，嘛感谢警察人员的辛苦。赖总统致辞的时，嘛特别强调政府扫黑打诈，佮维护执勤安全的决心。诈欺犯罪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大的治安挑战，对台湾社会的危害，更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只要是黑道，无论躲在哪里，假扮成企业、协会、政党，甚至包装成善心人士，我们都要找出来。内政部进前宣布，6月15警察节全国警察机关佮学校人员会休假1日。
那总统嘛表示，未来警政体系会全面推动数位转型，比如讲会扩大无人机运用，佮会推动科技执法，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来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访问讲，中国敢有要用武力拍台湾？赫格塞斯讲，伊认为中国是还未做决定。不过，若观察中国因的军演，看起来是真像要拍台湾的款。另外，这中国侵扰台湾无时停，中国最近是佮通缉咱20个驻通电军的人员。咱国防部表示，会加强掩护驻通电军的身份。准讲是雨落无停，国军天雷操演第二天继续伫屏东凤港北粉场进行大炮的保养射击，真大的炮声，规个大地拢震动，验证训练的成效甲火炮战力。当时共军原来持续派强机舰侵扰台海，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顶，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兰姆伊询问美国军方，中国是毋是按算伫必要的时阵，以武力来夺取台湾的。We don't believe they've made that decision ye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their exercises that they're performing in that area, they look a lot like what that would look like. I think if they could get them their way, for sure.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use military capability? Maybe, maybe not. Do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Yes.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无认为领当局已经做决定，不过指出，中国正在进行重大军事扩张，搁积极演练入侵台湾。除了武汉，中共最近也对咱20个驻通电军人员发布赏金的通缉。不过国防部说明，名单当中有2/3拢已经退案，相关的资料是网络顶据资料导出来。也会强化社会隐匿跟掩护的相关的措施，应该会采取一些别名，然后还有内部管控这些相关的作为，以勤工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加以保护。面对国台办进一步的强hạn，要把驻通电军所有人员纳入重点的监管范围。郭立雄表示，强化驻通电军人员身份稳藏甲化名这的相关措施，这个月底都会开始进行。如果说可以参考美军其他国家做法，恢复这种类似兵籍号码的做法，等于是一个先天的防火墙，万一有名车外泄，比较容易追查。对于国军各自外泄，军事专家建议，军方会当思考开放编辑资料，用其他编码的方式来代替身份证字号，通加强反情报的作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为大型的数位平台拢免费咧使用媒体新闻内容，致使媒体广告收入减少，影响营运。团部产学界今仔日到办公厅会，希望政府会当比照澳洲制定媒体议价法。这司法部和 NCC 嘛拢支持，上紧伫咧年底就会立法。特别若发生代志，新闻媒体伫咧网络顶就进行即时的报道。正紧伫咧Google一寡跨国的平台，就让免费看到新闻内容。不过，这寡平台免费使用新闻的内容，造成媒体用真侪记者编辑所产生的即时新闻，所无得到合理的利润。包括媒体工作者、传播学者、业界代表开公听会，希望政府立法解决这种无合理的情形，也解决媒体工作者路权受到侵害的问题。重点在于说，我们不管是议价或者这些平台的一些特别税收，能够实质的帮助第一线的收入。媒体业的恶化跟不利，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希望行政单位能够有一个法案的版本，那希望立法院可以快速的审查。先希望能够有议价的制度，那再加上配合之后再研议、再修成基金的方式，让它双轨并行。因为澳洲已经伫咧2021年实施新闻媒体议价法，学者认为2012年到2023年10年之间，传统媒体广告淡薄到剩210亿，数位广告却增加到610亿，挖悬传统媒体广告的3倍。除了希望会让学澳洲的做法，赶紧订定媒体议价法，并且设立新闻基金协助改善情形。同时也发动联署，希望各界大家做伙关心这个问题。现有的商业利益可能被新的产业所取代掉。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是，公权力要不要介入？那公权力介入的时候，私权的分身这种介入点到底应该怎么做？年底我们至少会有个立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哪一个方向会比较好，然后再想办法在院会里面去产生这个法案这样。
虽然专精伫咧科技法律的专家认为这件代志牵涉到商业运作，伫立法时阵有正大的讨论空间。不过原本考虑到关税因素影响的数位发展部是强调，希望用公听会汇集各界意见，上紧伫咧年底定出方向，以行政院版本加调解立委提出的版本做伙讨论，完成立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读高职机械军科咧采用的教科书机械制作，去互产学界批评，讲内底有真侪错误，而且观念嘛拢对袂着时代。道立委指出，这3本教科书顶档的所在都有50个，甚至佫乌白教一寡无正确知识。民进党立委林义景、林俊宪手提的这3本教科书，机械制作是高职机械军科用的。不过专家指出，3个版本内底关系化接技术的知识，至少有50个错误。软化、甲硬化、以化接、氧化温度425度做区别。不过即马大国家早就修正做450度，更加是甲干内当地博物馆看到的技术，写作是接看的技术。我们学的东西比企业界落后了20年、30年，难怪说我们的学生啊，到企业界又发现说，很多学生进来，我们要重新再训练，那这样子学用有落差。业界讲，教科书写样接性，结果上尾一段，佫跳去到化接性，3项的内容都有4个错误，唔知咧写啥物，害学生无采时间咧学这个物件。假如你记住考试过了。那其实你是错误的知识跟你一辈子。那如果你学不会，那其实你是浪费光阴在学校。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痛心的地方。新教科书的国家教育研究院表示讲，会全面检讨，加请产业界的人才重新审查。这个绝对是全盘的细心接受，有这样的检视是好事，而且这是第一次产业界那么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执政的机会。教科书嘛出现中国的用语，有图片是对中国的网站来，错误6、7档拢无改。立委林俊宪讲，作者出版社写唔对，审教材的国教院嘛无纠正，认为审查委员有责任，建议未来应该要建立无责任的审查委员，甲不良的出版社的淘汰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9月，云林有2台车伫咧路里相撞，弄着几内无辜的民众，甚至害人重伤，要锯断脚骨。因为私人的纠纷去危害公共安全，即阵检方是依照刑法妨害公众往来安全、致重伤等等的罪名，甲这5个被告起诉，纠判上无要关7年的有期徒刑。去年9月，有2台车因为私人的恩怨，伫咧云林好尾的林心路驶正紧的小路，结果煞失控去弄着几内个无辜的民众，甚至害人重伤，要锯断脚骨。检方伫咧5月底是依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致重伤等罪提起公诉。本案被告5人漠视用路人的安全，在往来频繁的林森路上高速追逐，导致于有人因此受有重伤，故本件承办检察官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予以具体求刑，请求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云林地检署表示，双方是因为这部的代志超袂好势，就赛车相撞，各条故意弄来弄去，害无辜的民众受牵连。代志发生到当时已经要9个月，不过当初是受重伤、锯断脚骨的民众，算是拢也未得到赔偿。我觉得我这只脚不止7年可以去赔偿这个部分吧？对啊，我本来很正常的人，生活都被打乱了。就是说，对方能够接受法律的制裁，那能够该给的赔偿也是要给啊。经过几个月治疗甲复健，这位姓陈的骑士是即摆才重新适应生活。伊讲后续会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讨赔偿。因若检方嘛强调，若是危险驾驶行为去损害到公众安全，因是一定会严格来办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卫福部发现，最近这几档囡仔动手去拍爸母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甚至有囡仔是拿刀仔、甲棍仔咧威胁爸母。过去1年，都有3400多件未成年囝儿对视大的暴力事件。都社工认为，这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耍手机的问题起冲突。
因为手机问题和囡仔起冲突案例不时拢有，有当时若是父母无顺囡仔以强硬限制因耍手机的时间，囡仔就会情绪失控。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也拄过囡仔去甲动手去攻击父母的情形。我们也碰过，就是拿比较尖锐的物品，甚至是拿刀具、球棒之类的，那种其实就会对家长也会造成就是比较严重的受伤。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通报资料，囝离苦到60个月以上的时大案件超过11000件，其中有3480个件加害者是未成年。社工指出，这阵时代咧改变，家长的观念也慢慢转变，愈来愈侪人会选择通报、报警，无像过去安尼吞忍家己的囝离。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意识开始有，就是被建构，就是。今天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孩子对父母的攻击，对，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体系跟制度，其实是有被建立的。我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可能是从小就目睹一个家庭的一个暴力，长期是生长在这样一个高冲突家庭的环境中，他们其实也是一些受伤的小孩。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会出手拍时大的囡仔，其实真侪本身就是受过伤的囡仔，因可能长期看到家庭暴力，也是伫学校去互人欺负，情绪才会无法度控制，最后选择匿伫咧网络的世界。兵团建议父母若是拄着冲突，会当找医生，也是学校的老师来帮助，避免有严重的暴力发生。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前2天奥地利和法国拢发生校园攻击，而且法国校园暴力是有增加的趋势。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这囡仔用网络用甲条例、色情甲暴力的内容，会影响因的认知能力，所以就下令要禁止10个月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为了执行长黄仁勋尽量招牌乌色外套参加巴黎科技盛会 Vivatech， 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台顶例行的活动。黄仁勋讲，伟大将会伫咧欧洲推展基础建设，甲当地企业结合做伙伴关系，帮助建造欧洲自身的 AI 生态系统。不过，伫同一个时间，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将会伫最近几个月开始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社群媒体。Plus la même capacité à avoir un rapport à l'écrit, à se poser, à essayer de comprendre. Ils sont aussi beaucoup plus exposés au harcèlement en ligne. Et donc on a une épidémie depuis 2015 dans tous les pays où les réseaux sont ouverts aux plus jeunes. On a une épidémie de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 on a des épidémies de violence, de troubles du caractère. Et donc c'est ça qu'on doit absolument réguler. 马克宏强调，当囡仔一直被社群媒体一般接触到的拢是色情加暴力的内容，造成认知、思考加理解能力退化。会做这项决定，甲吹杂伫咧欧洲发生2件互人定惊的校园攻击事件有关系。包括伫奥地利一间中学，有一个校友夜青入去学校内面扫射，总共造成11个人死亡。也个法国一个19岁学生伫咧检查珠宝时阵，夜倒抬死31岁助教。法国会开始检查学生的珠宝，是因为今年4月有一个学生夜倒抬死同学的案件。Voilà, je suis triste pour l'école parce que c'est pas voilà, c'est un endroit protégé qui ne l'est plus, qui récupère tous les maux de la société. 根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法国今年6月初7开始，强制叫色情网站爱验证用户的年纪，也强迫 X 等社群媒体导入年纪验证机制，最后当地虚拟网站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澳洲也同款决定要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存取社群平台，会自今年11月开始实施。不过后明是讲，未禁止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种限制由成员国家自己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北爱尔兰有2个14岁少年涉嫌要性侵一个查某囡仔，因为这2个少年人拢是罗马尼亚的。这件代志也造成族群对立，引起反移民的示威。有几若百个人上街头，这情势失控，暴动已经连续3暝啊，到达有12个人被逮捕。民众伫车路放火烧物件，大声喝吼，暴动愈来愈严重。当局抓水来压制，示威者闪过水条，根本就无咧惊。这竟是北爱尔兰巴黎比纳镇连续第3案发生暴动。
As of this afternoon, 6 individuals have now been arrested for public order offences. 1 has been charged. And I assure you that prosecutions will undoubtedly com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sorder in Ballymena, after warnings were issued, authorised officers discharged 13 attenuating energy projectiles and a water cannon was deployed in an attempt to disperse the clouds. 规个事件是因为车狗有2个14岁罗马尼亚的青少年涉嫌要甲当地一个少女性侵，因2个人互逮捕甲起诉，不过拢否认犯案。伫法庭，由罗马尼亚语的翻译员宣读内容，抗议的民众甲这个过程看作是外来者的犯罪。刷地区社区附近移民的家庭，正做受到攻击的目标，有的甚至伫门口打标语，讲这是菲律宾的家庭，或者是阮支持英国。I woke up 12 midnight because I heard some people outside, and I saw in the window I saw the other guys wearing a black jacket and black pants, and also they wearing a mask. It looks like scary like that. Yeah. Because they start banging the window to our neighbors. 除了媒体报道以万分外来者、甲种族暴力等等的用语，北爱尔兰的警方嘛指出，有部分的暴力分子的行为是针对移民者来的，而且有明显种族仇恨的动机。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谴责北爱尔兰地区连续几夜间暴力的事件。英国政府强调，这个暴力的行为敢若会互社会分裂，希望示威的民众爱冷静，而且讲会加派警力、车辆、甲设备来应用。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中华大川的葡萄当着时，不过顶个月落黄霜雨了后，阁熊熊变热，致使这葡萄无法度长熟。就算已经教训呢，这葡萄皮同款是青色的，看起来无好食款，卖袂出去。这公司就导致接食品的厂商，把这块葡萄收去做加工。一人一人已经教训的葡萄，但是外皮色水拢也阁是青色。即阵中华大川乡季风葡萄当着时，但是5月有黄霜雨方面影响，加上最近温度向清悬，农民讲雨水高，加上日夜温差无明显，致使葡萄无长熟，就算甜度有够嘛卖袂出去。啊，连要落雨啦，好天啊，等于讲转色，金毛影响着，咧变色就无人。尾只来无温差，登这怎么，有的怎无？其中一区啊，就是因为有吃到东北季风跟那个寒流的风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那一区基本上有8、9成长得不是很好。过去若是长熟失败葡萄，农民唔是送人，无就是加掉淡色。大川乡公所今年特别帮忙直接食品厂商来收购这寡无长熟的葡萄，要加工做葡萄冰加果汁。台中农改场就指出，若是有退酸，就算无长熟，嘛不会影响葡萄的甜度。甜度其实是不成问题，它是有多余的糖才会去转换。甜不甜的话，另外一个就涉及到的是酸度。发现讲今年的温室的时阵，都已经有农民已经有这个长熟等无过这种情形了，所以我们开紧去找厂商，基本这看咱这边的厂商，虽然今有做这个葡萄冰。乡公所表示，目前葡萄收购量超过10吨，已经有厂商加工做成葡萄冰。公所嘛也搁咧积极协调，希望直接搁较侪厂商开发加工品，帮农民拍开多元的销路，互靠天趁食做事人有稳定的收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阵嘛是王台大出的时间，即阵啊，屏东九如乡就出现一款酸野王台，食起来真实有酸野味。农会表示，这是在地农民透种和量试卖新口味，民众来试食嘛讲，这食起来唔那真香，搁真油，袂带嘛袂假子。它这种凤梨要选比较黄的比较好吃。皮下下的肉切做一块一块，这是台王来标准步数。民众平常食惯是一般的王来，即马有新的选择。屏东县九如乡农会协助在地小农推出酸野王来，这是农试所推出的台农23号品种。食起来肉油煞脆，阁有酸仔香，吸引袂少民众来试食。酸甜啊，个酸味真重，袂粗啊。伊比金钻较幼味较细致，嘿，较细致啊，较幼味啊。毋过食起来呢，有那往来的感觉啊。毋过我感觉这种我若要摆卖，我会感觉较拄好大支啊。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批酸仔往来是由小农种植培养。爱开2年的时间才开始结果，即摆收成500支，试卖看卖。产期也甲一般往来无同，
让农民伫今年内网减产的情况下，阁有新产品会当卖。去试嘛，啥物品种甲啥物种出来的物件拢是甲人无共款。伊目前今年采收货运的、交货运的，差不多伫咧500几支安尼。除了新品种的水果，农会嘛甲旺来叶仔回收，制作成旺来纤维帽仔，甲规丛旺来拢用较大。农会表示，未来会继续协助在地农民，让屏东的农产品更有竞争力。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关心新冠疫情，重症和死亡病例拢增加。来看台南市统计到6月11有50例重症，8人过身，大部分拢是65岁以上的士大人。其中是有9成无注疫苗。安平卫生所透早就200人当要看诊注疫苗，最近感冒发烧的人尤原真多，尤其新冠肺炎拖较真严重。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统计，全市病院通报已经50例新冠并发重症，其中8人不幸过身，大部分患者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也是有慢性病史的人。卫生局指出，其中9成拢是无注疫苗的。会烦恼啊，安怎讲？因为这 COVID 那个病毒那变化很快啊！疫苗时间到了可以打，我们就会来打，要保护自己呀，也是保护别人。说新冠重症的话，就要是以呼吸道为主，它可能一般的话，可能是说上呼吸道的症状，可能说有一些咳嗽啊、喉咙痛的症状。那如果说重症的话，可能会变成喘、痰变多，还会有呼吸衰竭的现象。那种现象可能就会有时候出到教病房里面去做观察。疾管署近期资料显示，虽然新冠疫情有6例在降，不过重症参死亡个案又原在增加，特别是50岁以上的族群，住院人数有增加的趋势。台南市卫生局强调，注疫苗确实有对抗疫情上有效的方式，嘛因为台南65岁以上的时代，注疫苗率是24.24%，6都内面排第1，所以重症死亡率平全国较低。全国累计通报774例的新冠并发重症个案，其中132例不幸死亡。那多数都为65岁以上的长者或有慢性病患者，而且这些确诊的一个跟死亡的病例之中呢，有近90%未接种 JN.1 的疫苗，显示接种疫苗仍是预防重症最关键的防护措施。疾管署6月11开始调整注疫苗的规定，65岁以上的时代，55岁至64岁原住民，参编疫力较强的人，第2剂 JN.1 疫苗通过2个月就通过注。台南市卫生局嘛讲，配合中央政策，专门启动便民注疫苗的服务，会使去卫生所，也是透过注疫苗平台来注文。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全台湾目前有分42万张的新心种该停车场。不过，伫咧规个台湾，干那2万外的停车格根本就无够，甚至有家属就算无载新种者出门，嘛会摕这停车证乌白停。新种者就希望政府会当改善，互正确有需求的人来使用这寡停车位。10位新种家属拜四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大声发出诉求，因不满真侪新种家属摕新种停车证试过停新种停车格，造成真正有需求的新种者却无位通停。身障家属比例太高，然后滥发，然后这个证他们拿这个证没有载家属，没有这个事实，他们去占用这个车位，才会造成说我们身障者停不到位置。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全台目前有42万张有效的新种停车证，不过全台新种停车格却敢若27000格，等于是平均14张证去对一个车位。新种人士希望卫福部和交通部应该做出改善，服务需求的轮椅人士有新种停车格通停。当然，肢体障碍朋友会觉得说，只有你们需要，因为你们最需要。可是事实上，其他的朋友也一定有需要。有一些其他障别的多重障碍的身心障碍朋友，他对于空间的混乱，他没有办法单独行动。面对诉求，卫福部表示，新种者包含的是精神障碍者，因虽然无用到轮椅、拐啊，不过伊嘛是算新种人士。这个回应和现场的新种人士不满，双方愈讲愈大声。身障车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大，它的用意是什么？不要任何的人来谈说啊，我可能像你刚讲什么什么站什么站，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这个车位为什么要这么大？就是它的本意在那边。需要辅具，需要轮椅，老人家不方便，需要上下车。针对新种家属有证到证去停的问题，相关部门回应，政府有设通报的机制，民众只要卡1999专线，就当去投诉。未来也会邀请新种团体继续来做讨论，保障新种团体的权益问题。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病人自主权利法施行超过6年啊，不过实际签名提早决定医疗方式的患者煞真少。立法院这个会期就要修法改善，今仔日办公厅会讨论敢要扩大咨商服务的机构。某学者是建议台独一寡规范，互申请的程序莫伤复杂。 2019年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透过有着医疗照护咨商 ACP 的程序，互病人有权利决定人生最后的医疗处置。实施简单超过6年，不过签署率正低，怎么将会修法？病人在一般情形下，基本上他还是会要求，可能等儿子回来，或者等一切都准备就绪。所以我们不能说，当临床的意思表示 跟 AD 不一致的时候，就一定要求当事人去变更 AD， 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规定。根据《病主法》第12条第3甲第4两项内面规定，病人自己伫咧健保凭证的有力医疗决定，若是甲病人伫咧临床的医疗过程中的书面声明无同款，应该爱变更前项，而且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但是学者讲， 在紧急情形之下，因为程序真繁杂，病人恐惊无法度立刻改变有力医疗，所以学者建议删除这项规定。我是期待它可以被放宽，因为我们现在未来这个需求越来越高，放宽其实是必然的。可是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但书，怎么样维持这个品质比较重要。哦，该讲的要讲。另外，修正草案也准备要突破过去的限制，讲这个呢，医生、护理师、社工人员 有咨商人员的资格，可能会将咨商机构扩大到护理机构、长照机构、心理治疗所等几个所在，不过也引起正反的意见。签署之后的效力越强，或者是让它能够越可进性越高，那我想其实更前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民众对如何让民众更清楚的了解对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病主法作为病人权益的重大突破，目前卫福部甲60个岁以上重大伤病，而且是安宁受限条件等4种对象，有力医疗照护的咨商会让列入健保给付，希望会让民众更加了解接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嘉义县的溪口国小想要让学生会当了解在地文史，学校就专工设计行读的活动，带囡仔来百年旧家探访百年老店，希望学生会当进北故乡，增加认同。上面药材放上面，好放上面，他们就可以拿。伫传承5代有100万年历史的汉药仔店内底，向国小的学生囡仔来讲较早的故事。嘉义县溪口乡的溪口国小，带囡仔来行溪口100年的旧家啊，采访100年的老店，互因入捌在地故事。非常有年代感，古色古香的感觉。里面的中药材也是平常不太常见的东西，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可以认识更多东西。 为了要让学生囡仔知影家己故乡的人文历史，溪口国小针对无同年岁的学生，拢有设计符合因的行读课程，要带因透过实际的体验，让学生有更加深的记忆。其实这时代拢较有岁啊，因普通时啊较无习惯去面对讲囡仔，甲因介绍较有系统的部分来做介绍，所以咱就是透过甲学校的合作来做安尼的介绍的工作。这个100年的古迹交课程的这个结合。 啊，互囡仔呢会使学到咱较早古早时代，咱这个因的阿公阿嬷，伊生活的方式，啊，搁如何保存咱这非常难得的这个古物。溪口国小表示，溪口的旧家啊，到当搁看会到较早溪口的在地生活，带囡仔伫遮来行，为产业或者是建筑来入捌家己的故乡，若是保存在地记忆，嘛希望增加囡仔对故乡的认同。 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北市图书馆总馆和台语团体合作开台语的志工训练课程，设计教案配合念谣、手工活动等等，互囡仔唔但听志工讲故事，嘛会当体验学台语的兴趣。比如讲，你收礼物的重要是啥物啊？收到的礼物，你的心情是安怎啊？啊，你想要收到啥物款的礼物？ 透早就开始激头脑，志工当地讨论，若是配合绘本，会当安怎设计互动，用台语讲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自5月开始有开台语100多回课程来训练志工。有志工表示，正经要讲台语故事的时，才发现讲无法度甲华语迄套照搬来台语，因为有真侪囡仔听无。台语嘛，这毋是咱的母语吗？我应该会晓讲，可是我摕来看，我感觉。
每一个字一个字安尼讲吼，看到迄我感觉。干嘛不好简单？要字正腔圆。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民众可以很自然的就在他的生活中啊，在图书馆的场域就能够去学习台语跟培养阅读的习惯，让这个母语啊能够在世代间传承。为着要让侪对台语有兴趣的亲子家庭，伫咧图书馆都通接触到台语，通听台语讲述。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的成员来指导对无共分馆内的志工。讲师表示，透过教案的设计，对选册设定主题开始就真重要。嘛，着思考有啥物歌谣会当增加互动、开喙练习，安尼囡仔故事听了嘛，较会有印象。今仔日的主题可能是色水，安尼我就可能爱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册，可能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歌，甲伊斗做伙，安尼咱的活动搁练习一届。因为咱咧学语言的过程就是爱一直溜。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有打算对7月开始，都互志工投入各分馆，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会有超过50场的活动。未来嘛会办愈侪无共款的活动，对多元的活动内底，家长嘛通找到囡仔喜意的方式来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来关心下半部的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31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0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芷，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